成經咁句句句今日朝日句，好開心啊！老友記早晨啊！你知唔知道而家出名嘅麵包啊？嗰啲麵包入邊有餡嘅呢，可以賣到一嚿啊，成4蚊甚至5蚊6蚊一塊嘅麵包啊！嗱，好似個麵包烏魚啊 ，Black Dog 啊，一塊普通嘅麵包啊，都要成2蚊一嚿啊！所以以前啊，我哋話啊，係啊，我哋挨窮就食麵包啦。咁就睇你食咩麵包，你挨咩麵包啊？嗱，而家咧 NDC 自己牌子嘅麵包咧，麥麵包咧算係平噶啦，普通10塊啲麥麵包300克咧都要成1溝9角半2蚊咁咯。嗱，如果你仲要搽埋一個咖椰啦、牛油啦、花生醬等等啦，就唔止咁嘅價錢噶啦。都係平過食一碗麵啦，因為而家食一碗麵都要4蚊啊，4溝半，真係噶，日子難過就要日日過啦。好啦，今朝早嘅金句係提摩太前書6章10節，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呢個真道，用許多嘅愁苦啊，把自己刺透了。提摩太前書6章10節，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好深啊！好深啊！可憐我一個黑兒仔啦，難得我騰真係震到日沙。好多老人家，特別係廣府人咧，一定係聽過呢個新馬仔啊，記得嘛？好耐以前嘅新馬仔嘅萬惡而淫為首，你有冇聽過呢？都係講到以前做錯事啦，做錯事情啦，花天酒地啦，揾女人啦，結果咧就冇好結果咯。同樣噶，嗱，聖經咧講呢個萬惡貪為首啊，萬惡貪為首啊。當然今句話嘅貪財係萬惡之根，有人貪財就妻離子散，貪財引致遠離真理，結果咧就係冇好結果咯。嗱，一切嘅煩憂皆是從貪財開始啦，貪戀開始啦。嗱，老友記，其實聖經中嘅金句啊，講到呢個金錢啊，講到財物嘅，唔係錯噶，錯就錯在你嘅態度問題。嗱，錢係唔係錯噶，錯就係我哋嘅態度嘅問題。嗱，貪財嘅意思就係你唔夠滿足啊，你唔夠滿足就要多，好多人講錢唔夠用。錢不夠用啊！多少錢？我問你啦，多少錢至夠用呢？冇答案噶。如果你唔知足你唔滿足，永遠都會想要錢多，沒有盡頭噶。已經到一個地步係一個貪嘅地步啦，甚至咧已經被金錢做咗主人啦。本來你應該係做主人嘅，但係卻為金錢嘅奴隸啊！老友記，你明白我嘅意思嘛？老友記啊，可能你會了解，食到咁嘅年紀仲追求啲咩嘢呢？有得食有得着，有粥食粥，有飯食飯，已經係足夠噶啦，係咪？係啊，嗱，等到我哋老咗，你就了解咁嘅道理。我而家就好了解噶啦。嗱，聖經金句咧就係要保護我哋，唔好墮入撒旦貪戀貪財嘅陷阱入邊啊！老友記，你記得嘛？
有一次呢，我有曾經講過，有一次我買雞飯3包係9.9啊！以前啊，幾年前啊，阿靚仔牧師就俾咗佢10蚊，攤主呢就找咗我找我2角銀，我就冇留意啊，我就翻到屋企知道，呢個攤主呢多找咗1角喎，本來佢應該找我1角，佢俾我2角喎，結果呢，我就即刻咧翻到檔口還翻俾佢1角，可能你會話1角啫1角啫嘛，又唔係貪心，當然唔會貪心。如果係10蚊，如果佢找多你10蚊，找個100蚊，多你1000蚊，可能你就會翹起你嘅貪念啦。阿靚仔牧師承認係。可能會有一種試探係咁嘅試探，但係靚仔牧師呢，就先從小銀小事嚟開始學習唔貪財啦。嗱，其實幾年前我都講過噶啦，最緊要或者幾日前啩我講過係咪要學習知足嘅心，感恩嘅心，真係噶，一生當中對耶穌嘅供應有信心，時時感恩所擁有嘅生活，你就唔會墮入貪戀貪財嘅陷阱咯。所以食飯之前，我哋謝飯祈禱，我哋感謝主，就係一種學習感恩，有得食，有得着。有粥食粥，有飯食飯嘅一種感恩滿足嘅態度，而且你嘅祈禱你學習呢個謝飯祈禱，又係一種感恩父母、感恩上帝嘅心啦。咁你就會日日帶着感恩嘅心、知足嘅心嚟過日子，你就會比較開心滿足噶。你講係咪？好啦，祝福老友記知足常樂咯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拜拜啦。